曾經參加我哋上個星期開放日的80歲伯伯，由女兒陪同第2次到來我們辦事處，指定要試用我們的24通道防水 Repro 2 AI 專業助聽器。老伯伯原用開幾萬元一隻的助聽器，效果一般，希望升級至我們的新防水助聽器。替伯伯做聽力檢查，伯伯左右耳重至極重到弱聽，反覆外出試機2次。經過不同的調校，24通道 Repro 2 A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良好，人聲非常清晰。聽唔聽到啊？聽到 ，OK 哦。食咩啊？牛啊！伯伯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防水 Repro 2 AI 專業助聽器。伯伯會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聖誕節到歐洲外遊。祝願伯伯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旅遊玩得開心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